有導演用12年的時間記錄着雄鷹飛行的姿態甲生存的困境，希望透過這紀錄片，讓大家關心台灣的自然生態。這是台灣最難看見的鷹。雄鷹在咧空曠天拍靠背，生態紀錄片導演梁家迪用12年的時間追蹤。總算將親像傳說的雄鷹記錄落來，用大金幕放上珍貴畫面。辦了一些雄鷹的研討會，還有跟一些部落，因為原住民部落就是排灣族跟魯凱族，他們有對雄鷹羽毛利用的文化。那在學校也開了這樣的幾次研討會，我就開始關注到這個議題。平常在網絡上、社群上也有在關注一些生態啊和鳥類的議題。導演梁家迪講，除了看雄鷹的水，和了解因的生存困境，雄鷹的毛對原住民來講，嘛真有特殊的文化意涵。希望會當借由這一支紀錄片，讓觀眾關注台灣的自然生態。Hello， 我是張新文。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